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红农独家提供便宜。今日大家来分享两出纪录片咧，除了收送嘅钓鱼有关系。第一出咧讲嘅系钓鱼为高速背行，本建筑嘅玻璃反射上误判方向来重蹈玻璃收缩，但系死亡。了解研究生咧开始研究嘅故事。第二出纪录片咧讲嘅系恶犬救送站，系一个专门来关心治疗恶犬嘅救护站。你咧透过镜头向下来关心了条收缩无法度背行嘅钓鱼，大家来看你今日嘅纪录片。正面，背面，好了吗？好了，开始。背面还没拍，好，还是给你拍侧面。开吃吗？嗯。气囊有血液蓄积哦。气囊有血液蓄积。双侧肺出血，但是是局部的啊，好，双侧肺局部出血。部位骨可能是有断，骨折，还让他苟延残喘了几天。辛苦。好。死因判断。死因判断，主因应该还是肺脏吧？我觉得，对，我觉得是撞床外力撞击，导致肺内出血致死这样。
对，3年前的那个8月底，那时候就是听到有人通报说他们的馆外面捡到一只绿鸠，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问我们说博物馆要不要收。他说他最后的那个状态有被录下来，那就问我说要不要看，然后就看到那一段影片，就是那一只鸟直接在4秒内直接从外面冲向玻璃，然后撞下去掉下来，然后被咬死这样子。然后才发现说，这个问题可能真的蛮大的，因为在看完这个案例之后，后续又去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发现说，其实在台大过去，一直都有人看到鸟在撞玻璃，但是一直都没什么作为，就觉得可能都跟我一开始看到就想说，鸟撞玻璃可能偶然吧，但就是那一次之后可以开始注意，因为那时候它撞玻璃有留下拓印嘛，那就开始学习怎么去看拓印，去看校园里面的时候就觉得越看越多，这不得了。就是像这一种就是很透明的玻璃，有2种，一种是非常透明，就可以直接看穿到对面的，然后鸟就会觉得它可以直接通过对面，然后看不到玻璃，它就撞上去。然后另外一个是，万一这个玻璃它比如说贴了隔热纸，或者是它的材质是用那种反射率很高的，它虽然看不到对面，可是它会倒映到就是像这边的树影。那万一它倒映这边的树影，鸟会觉得那它倒映的影像是可以过去的，所以它也是一样就撞上去了这样子。这是一整只鸟撞上去嘛，它可能它头在这边，然后屁股跑出粪便的地方会在这边，所以它撞上去之后就黏着它的羽毛，然后因为它的粪便在它的肚子里面，或者它的食物在它的嘴巴里面，所以当遭受挤压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喷溅出来，那就会形成就是这一种喷溅的痕迹。弧线它是地面上的捷运站体嘛，而且它又是到处都是玻璃，像看到这个月台是玻璃，空桥是玻璃，大厅也很多玻璃。这样设计其实是蛮容易造成闯杀的。一来是它就盖在鸟生活的地上嘛，不是地下；二来就是玻璃很多，然后看起来这么通透，那鸟看不到就会撞上来。它是有很多潜在案例，然后一看就知道说应该是要调查温护线这样子。大概过了半年的时间，我已经记录到了63笔资料，而且只有9个科，因为我只记9个科，因为其他的鸟它撞了不一定会有痕迹，那就代表说我们还限缩了鸟种，然后我们只记就是它留下的痕迹，因为死鸟可能被扫走了，就是这么限缩的条件底下，都能有半年内都有63笔资料，那你就可以想象说，那再把不是9个科那些鸟拿进来，把那一些不见的尸体再找回来，那它翻倍来说也不夸张。而且一开始我真的很半信半疑，就是因为就是觉得撞窗户好像也没有很多只鸟，看了文献美国怎么会撞这么多只，然后我们怎么好像平常都没有感觉到，然后就想说好啊，那就陪他说说看资料，反正没有就代表没有这件事情很棒，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个。可是如果是有的话，那代表它是一个没有被人家发现的东西。投入这个议题之后，我们第一个发现的事情就是，普遍民众是没有意识到窗纱的量是多少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就会开始建立一个脸书社团，就是那个野鸟撞玻璃回报。很多时候就是大家看到鸟死了，扫一扫就把它丢掉了，那也没有一些其他的留档这样子。我们就会想要邀请大家来记录这一些案例，它的一些资讯，比如它的环境状态、发生的时间、它的物种。但是几乎每天就一直看到说，又有鸟中了，又有鸟中了，又有鸟中了。脸书一打开就是鸟中了。这个社团一开始是2019年黄黎敏兽医师创立，我们接手的时候大概是就是过了1年就让我们接手当版主。
没有，完全没有。我们那时候就是一开始想要找这些资料，然后就找不到资料之后，好吧，那居然哪儿都找不到，我们自己下水。集合那个没有明确坐标点的，我就直接杠掉。然后如果他写，比如说他写合欢山，我就在后面加合欢山。好。然后你如果是这种你有处理过就是没有资料的，你就换个颜色嘛，就不要再橘色。15、16、17、18。这些资料整理完之后，就可以画到地图上面做分析，看说在哪一种环境下，大家回报鸟撞玻璃的几率是比较高的，然后案件数是比较高的。就是节节上升。对，我觉得节节上升不是因为窗纱变多了，而是因为关注这个议题的人变多了，所以大家就是开始会回报啊，然后开始会在各个地方贴啊，问说这只鸟怎么了，那我们就比较有机会去触及到这些人的贴文。来拿死鸟。今年五色鸟很多，很奇怪，还会再继续，就不知道是那个是不是刚好大群出现的数量有变比较多，成功率变高还是什么？因为我这边的话就是旧伤的个体变多，我就会觉得他们的繁殖数量变，我只是用旧伤个体。那有没有觉得他们嘴巴变比较圆呢？我现在在翻尸体袋，有好几只五色鸟嘴巴都短短的，特别短。你是说他们的嘴巴就是有形状是不是有在变？不知道，我们没有看到那么的细微。可能就只有我们的眼睛不知道在瞄哪里。对，你在测量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比较有敏感，就感觉我们比较没有变短啊。真的、哦，嗯。但是我会觉得他们个体变比较小，有变小，有变小。好，继续累积，看能不能够像国外一样累积30年来一个毁掉的一个大故事。对。就是演化期一直在进行当中，因为对鸟来说，1年、半年就是一代嘛。嘴巴变短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会是它比较能看得到前面啊，也有可能是撞上去啊，比较容易把这里给敲猫啊，可能跟存活率有关吗？不知道，还要继续观察。27.85。金贝鸠，2022 11月24到11月25，疑似撞玻璃，重量73.56，2022 11月16 64.76，师大城镇中庭。你觉得其实慢慢就放下了。如果说每看到一只不幸的个案，我们就必须情绪跟着起伏很大，难过、生气、悲愤什么的，其实很快我们自己做的人就吃不消了。那如果我们回到从最一开始，我们觉得说我们希望是去当一个记录者，那我们当然希望是长久的记录。那长久记录的话，那就只能选择放下。但还是最轻微的，你拿那个木椅来这样撑开，嘣。可是它掉毛。
掉就给它掉，那个皮留不住，好不好？你如果想要它软软的像抹布一样，你就得揉胖啦。不是啊，胖胖的比较可爱。胖胖的很怪。你在校园就是1米比。我学做标本是从博物馆体系这边开始的。所以我比较不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艺术品或者是商品，因为我本来在第一线在做这一种环境议题的时候，要么引火送火，也放最好的故事，要么就像这样子，可有时候是活的进来，有时候是死的进来，那最后出不去的，那我们有点像是在送行，帮他最后打理他的遗容。那也透过我们的手，让他的故事能够在之后再流传下来，然后继续被讲出来，这样子。解剖减伤的时候，就有注意到他嘴巴断掉了，然后所以他外观看起来嘴巴是歪的。我在做标本的时候就没有故意把它矫正，而是维持他原本那时候看到的样子，就是让他这样歪歪的。就算今天是100年后有人再来看这一只，那它就变成一个100年之后的证据，这样子。上去，来哦，夫妻哦，交配了，交配了。然后白鹭这样飞，我比较喜欢这些非人的东西，这样我对人的同感跟共理没有那么的强，对，反而是说，对于一些不是人的其他动物，我比较能够去跟他们共感。它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他让校方这边至少好几个场馆的人员第一次认识到窗纱是一件频繁发生的事情。那第二个则是说，在大家体验到这件事情之后，它是台大校内第一栋启动防撞布置的场馆。有一阵子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它的镜面反射是非常强的。上班上到一半是会被鸟击吓爆的那一种，就是它会突然像一个子弹一样撞过来，然后头破血流的掉在地上。就是你在那边窗边工作，然后是砰一声，然后就完了，都是血这样。那贴了以后，贴就再也没有去过鸟击了。对，他们就回到安静的上班空间，不会有砰一声的那个惊魂弹。只知道那个路过民众会来碰。我觉得最根本的东西是我们看到改变。如果说这件事情我们推了1-2年，然后都是一片死水，就是没有进一步的变化产生的话，我觉得就算你是神也做不下去。人比我想象中还要多，你不是5个吗？你的号召力太夸张了。OK 的，今天这人力绝对够。那都到齐的话，就稍微听得到我的声音就可以了。这一栋就是你们系馆嘛，化学系机学馆这样子。那你们这边刚好得天独厚哈，就是离很多鸟的地方很近，醉月湖在那边，然后一堆草场、一堆树木，
基本上天气好就看到几百只鸟在飞，啊，鸟要穿过来，几乎就会遇到这一面玻璃，它就撞下来。所以在这个学期里面，已经发现大概有4到5只鸟撞死了遗体躺在底下。那其中比较让系办有注意到的是，应该是那只绿缩鹭嘛。绿缩鹭以台大的状况来说，大概每年台大大概只会飞过来1、2只、2、3只，它就过境，带一下就走。结果那一只刚来没多久，它就撞下来了，等于它没有完成它这一辈子的这一次重大的迁徙啊，就直接死在这里了。对，好，那所以我们等一下做法呢，其实蛮简单的。刚才说鸟会撞玻璃，是因为鸟看不到玻璃。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让鸟看见玻璃。那要怎么让鸟看见玻璃呢？我们任何的缝隙，任何生物，只要有一点灵智，都有办法判断它能不能过去，对吧？你不会硬要把你的脸塞过这个缝吧？你会变筛饼嘛？对啊，鸟也是一样的概念。所以我们要贴点点，把这个玻璃的面积缩小到比大部分鸟在开翅所需要的空间还要小，也就是5×10公分或5×8公分的间距，大概是一张优我卡的大小。好，那就开始吧。像捕鸟的话，你会看到鸟就是下面做一做，上面做一做，轮着弄。上面。这个要贴吗？要，那个要。就贴鸟。这个也要贴点，贴鸟贴点，鸟已经贴完一只了，可以贴点了。今年我不要是师傅啊。师傅啊。今天有20-30只麻雀，这个大卷尾在那边花式飞行。啊，好久没有这样坐着赏鸟了，你们真的很适合赏鸟。对啊。到7楼去了。人跟动物，其实我们讲说人跟动物和谐共存。那动物它们进来之后，它可能不会再继续像它原本野地里面那么的野性。我们是各自在磨合当中，然后最后一起去使用这一块地。不可否认的，人类在现在地球上面已经算是一个族群量非常庞大，而且有能力去影响环境、影响其他物种的一个物种了嘛。我觉得人类就相对来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要去自觉，然后更有这个责任，把这个影响降到最低，才是带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这个。这样不要刮脚。那就不要再绕了。
behind the cloud to hide its face and cry.第一次做救伤是小雨燕，它是第一只，可能是唯一一只吧，它会愿意吃我给它的食物这样。奇迹般的就活下来，然后还真的长大这样。然后1205没有是1020包扎。那你要怎么处置它？今天的话，我觉得今天可能会是先用手喂，然后喂去皮的酵素。OK。然后呢？因为它体态其实不错，大概3，然后为什么要给去皮的？因为精神不是很好。精神不是很好，那为什么？还是要精神不是很好，跟去不去皮有什么关系？就是怕吐不出来，还是脚没事的话是还好。你觉得嘞？好，所以我们还是会给他扫皮。OK， 扫皮可以接受。好，那你要在耳塞拿几只？现在都很多，都是我的。你现在没几只。所以你现在只有1、2、3、4、5只的牙。快点，再选2只。哦。有一些鸟它对药很敏感，它会故意把药挑出来，这是它的食碱，它平常吃完都会吐出食碱，然后这个是它把药挑出来。
尽量让它食物丰富一点，营养比较均衡。这些剩下的啊，我们都要留起来冰起来，明天再用。因为我们的农协会这些 NGO 通常都蛮穷的，所以我们都要省吃俭用。你要洗红准吗？好，你要洗，我就今天教你洗啊。可以啊，可以啊，他今天比较稳，他最近比较稳定。对。他有受伤，翅膀有受伤，然后非常非常瘦。这个油应该是后来的事情啊，就是他可能飞不起来，就在地上窜来窜去，然后就沾到比较多的油，可能要浓一点。羽毛的构造啊，它其实很精致。你这样看，它其实每一片它有那个小小勾勾，很像那个魔鬼毡一样的构造，然后它互相扣在一起，然后才会变成一个很漂亮的片状。那一些油污啊，或者是脏污，如果卡在中间，它就没办法，就是有正常的功，它就变一坨在那边。然后会给它去那个烘干机那边。就是不知道他哪里弄到有个伤口这样，所以也不排除有可能被撞到还是怎么样。只是他很幸运，他没有骨折，只有一些淤血，但这样就让他没办法飞了。所以如果他的伤口一直干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就整个翅膀会没办法动，这样，就是他可能整个下面的组织都会坏死。车祸，或者是自己去撞窗户、透建筑物等等鸟网、捕鼠的一些像链书板、一些抗凝血剂的毒鼠药、防鸟害的农药、加宝福啊等等常见的。我念台湾大学的兽医系，一开始想说选兽医系，觉得不用接触人真好的，觉得跟动物相处比较自在一点的。大概第2圈、第3圈就开始练习。我们就会利用这样的空间，然后去观察它在当中飞行的状况，或者它会不会猎捕食物，然后去评估它适不适合野放。所有做野生动物救伤都一样，就是会希望它就是对人是有距离感的。那这前提就是我们对它也要有距离感。对，我们不会让它取什么特别的绰号，就直接用编号称呼。11118的话，就是它是11年，然后11月进来的第18只。看清楚哦，你看嘴巴开得很小，不要插到气管。好。你不能从舌头下面啊，你一定要从舌头上面，舌头下面进不去。没关系。
可以帮我们剪一下吗？你先插进去之后，等一下请他们再帮你对。没关系，等一下请你帮忙。有时候我们会3个人管。对，可以吗？不行的话，我们还换手。对啊，你一直搓这样太紧迫。再一次进去就好。好。好，换手。好，放开。好了，给你哦。林敏医师他去那个明尼苏达州那边学习嘛，那边当 intern 也是做2年的时间。那他想要把这一套学习的过程引进到台湾这边去做，对，所以他也希望在这边多培养相关的人才，从熟悉这边的环境，然后先做比较是照养方面的事情，然后都熟悉之后呢，才会慢慢的教你一些外科、一些手术啊，或者是一些处置的部分。现在来猛禽会的话，就是会有一双眼睛这样盯着你做，会进步很快。我从大2开始接触野生动物救伤，我本身是兽医系毕业的嘛。我毕业之后到特生中心，在工作了6年半，我觉得还是不够。就是当你已经是临床主治，但是你并没有办法更突破的时候，你其实就会有一点痛苦。刚离开特生之后，就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猛禽中心里面。它真的是全世界都是非常非常顶尖的医疗单位，所以你就会想要去学他们那边到底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我想要回来成立我们的猛禽中心，也是会希望跟着他们脚步。现在就是换包扎，换到它下面开始长那个新的皮肤跟新的肉芽，所以有可能是张力太大。就是可能缝的时候张力太大，有很多可能性。第一个，它本来是不愈合，那现在把它清掉之后，就希望它能够愈合，然后里面的组织可以往外长。野生动物的话，我们会希望它的状态是可以在野外生活的。你现在蛮好的，200多克。宠物就不一样，宠物的话，因为会有人的照顾，就算它少了一条腿，或者是它不能够行动，它还是可以就是有生活品质的活下去嘛。但是野生动物不行，它必须要在野外的环境生活，这是蛮残酷的世界生活，所以我们会希望它出去的时候，必须要是一个接近完好的状态。因为它主要它只补助8成，所以你有2成的钱你要自己付。那这样算一算，我们如果400万的话，我们至少也要付80万。我觉得我们勉强可以负担嘛，是我们的能力范围。代化觉得嘞，他是有同意我去申请这个东西，但是钱都还没有讲。哦，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们 NGO 是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们基本上自己养自己，自己去外面找钱。募款也好像那个推广专职，他摆摊，然后或是我们去上课，我们自己接计划，我们的钱就是这样来的。育民这个圈呢，我们需要其他专职去养它。为什么会这样2年缺？就是我们不一定一直都有钱。那你看到它的时候，它是站着吗？还是倒着？它就是可以走，但是它就是完全没办法飞，然后就是走，对，很虚，然后走两步就停在那里。有没有有点喘？比较嘴巴有问题，不是肉芽肿啊。好，把它立起来，然后呼吸。
把它扶起来。这种看不到气管开口就要很小心，你要摸得到你的管子。它可以自己站就不用。不用，就先放着就好。虽然没有测体温啦，但是应该是低体温。对啊，就不用再测了，因为他呼吸不太好，不太想要花太多时间让他躺下来。晚一点再测。这个一直在动，这个就是毛滴虫，然后它到处都是。那些虫会刺激它的口腔内膜上皮，那也导致它没办法吞咽，所以它就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这个在野生的猛禽也算是蛮常见的一种疾病。120100，哦，是今年的第一只。虽然有治疗它，但是它也是有可能会随时会走掉，因为它那个寄生虫的感染，它其实是一个对鸟来说是蛮严重的，它就是会侵犯很多软组织上吞咽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它就是一个过程。我们在做救伤，重点不是那个个体，虽然外面人来看都是个体，你都在看那个数量多少、野放率多，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什么？是它背后它为什么会受伤？一直去救他的个体，那是救不完的。我们要找出他受伤的原因，然后想办法去处理，让他降低。这个2条好。
OK。哎，来了，哎，耶！这几只啊？哎，好大哦！我们不要去耽误他们的青春。这边有的东西我就是交给你，你就来这边学个2年，然后你可以再去其他地方去闯，然后去试。那如果过几年之后呢，这边有正式缺了，那你觉得你还想要再回来，那你就再回来。雕嘅故事題，然後你因為大家為數係講日落日青天，你容易撈記到嘅生命強好強盛嘅，實際上係基本嘅兩出嘅紀錄片，無論你係用行動來解決雕從事嘅問題，然後都有限嘅自然下關心治療了到受傷嘅雕兒，本記到做啲雜個一擺轉到大自然地圖，呢一都係你先為人類而來反思，然後面對嘅課題，希望大家要重視呢啲咁嘅紀錄片，可能度假嘅咁便宜，你下擺見。